往年若是听讲风台一个要来，葱仔的价销可能拢会起价。今年特别无同，这一届宜兰种三星葱仔的人烦恼讲，一寡较大枝的葱仔，若是落雨就会规个歹去。客早早起时，日咧雨较停的时阵，就赶紧来采收。三星葱仔价销嘛一直起，总平均册大麦价销1公斤是245块，要毋过昨日是266块，可能就是因为落雨的关系，葱仔雨水拢压淡去，较无法度藏。收葱仔的人颠倒较无爱收，价销就安尼较落。农民趁雨较细，赶紧来到葱仔田收葱仔，准备要进一步整理袂了。怕强风豪雨啦，只有下雨而已是没关系。已经下雨的葱啊，不急着采收啦。你也这种今仔好天，我们就紧来抢收着哩，打开。较容易保存嘛。就惊有诶种甲较久、较大枝诶葱仔会互大雨拍歹去，农民赶紧来收成。水网已经小连续落2暝大雨啊，毋过也未造成灾情。来看卖啊，三星葱诶价销进前一日起，伫咧29号平均拍卖价销1公斤245块，甲前几工比，28号266块，27号276块。价销可能因为受到雨诶影响，加上葱仔淡去较无法度藏，所以经销商就较无想要买，互价销降落来。毋过新诶风台来价销会受到影响未？爱去观察。你抢收的话，一定数量很多嘛，你一定要放在冰箱啊。放在冰箱里面，它也是在成长，2天就变黄了，有可能也会坏掉。农民嘛收到消息，传讲有厂商进口7个货柜的葱仔，农民希望政府顾甲较严厉，食品安全的检查嘛爱做好，莫互进口的葱仔破坏市场的机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